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1月19日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这种日是选前最后一个礼拜时啊，那力量派出党内的头人来拼场，希望推出更较侪选票。APEC 峰会煞过，中常部有含美国副总统来会面，伊也伫伊大饭店召开国际记者会，伫尾暗时阵说明成果。进前8月份就破病，大鸟熊团镜头一直恶化，动物园决定互伊伫麻醉当中离开人世间。APEC 经济领袖会议煞过，咱的代表也就是第一任的创办人张忠谋，伊下晡有和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来会面。张忠谋也伫伊大的饭店召开国际记者会，是伫尾暗时阵，咱做伙来看。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见面，觉得这个非常的愉快。昨天就已经见面了，方便会谈是在今天。那他是对于这个晶片是特别有兴趣是跟我表示是这个他非常欢迎台积电。在 Arizona 是市场，他重申了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湾的这种帮助台湾的这个决心张忠谋伫这届峰会期间，已经和新加坡、日本、美国等3位领袖举行会谈。这也是张忠谋第6届代表台湾担任代表出席 APEC 的会议。不过，敢是要继续支持91岁翁婿张忠谋，明年阁代表台湾参加 APEC。看守张淑芬伊是表示无法度回答。APEC 峰会结束，除了领袖代表无用开会，代表的翁婿甲太太也活动。咱国的领袖代表张忠谋的看守，也就是第一任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伊透早是有去到泰国自闭症基金会来参访，代表咱国的政府来捐30万的泰铢。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弄得比较有层次一点。详细甲囡仔画图，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为 APEC 领袖代表张忠谋到泰国曼谷参加峰会。19透早访问泰国自闭症基金会，佮代表政府捐30万泰铢。掌声庆祝这个完美的时刻。张淑芬爱画图，即摆准备送予各国领袖甲领袖夫人，也佮太皇的礼物，拢有印家己的话。即摆身躯穿的衫也拢是。前一天，各国领袖代表夫人到庭参观艺术博物馆，张淑芬甲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庭，毋过两人无特别互动。张淑芬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先生任德良共组，两人讲甲真欢喜。张淑芬也透露，有为任德良选礼物送予贺锦丽，展现柔性外交。他的礼物送给副总统，就男人不太会挑东西，那我就要跟他点一个淡紫色的。他说：“对，好像这个最好。”所以我想他在送给他太太带色的东西。APEC 领袖峰会19结束，张忠谋这一摆已经甲李显龙按电文雄举行双边会谈，下晡佮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见面，而且公开两人到庭翕相会面。张忠谋日早起就会转来结束这一撮 APEC 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看选举的消息。礼拜六就要投票啊！民进党这礼拜嘛是全台走透透来拼场，2日就25场，要把这个票吹出来。今仔日就是主要去中台湾，正副总统拢有到场，为这个台中、彰化、南投佮有苗栗的县市长候选人来拼声势，也批评对手拢无建设，得爱换人做。黄小芳动算，黄小芳动算。手牵手发动选总统蔡文选前黄金周为民进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黄秀芳徛台，伊也乡亲最后7天集中选票，超过2020年总统大选彰化县57.17%得票率，后世界看到台湾人守护自由民主的决心。了后，伊个火力全开批评现任县府团队无建设，庆祝咧任期底也提倡对礼拜，若无想要做代志，就互民进党来做。咱即摆县政府态度无积极，实在是真可惜。伊替咱的
中华服务27年，伊上了解讲咱乡亲的需求，伊嘛上了解咱中华的需要。徐定珍奉献，徐定珍奉献。副总统赖清德是到表达支持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徐定珍，伊批评现任县长徐耀昌支持掌握沙洲的乌道候选人，愧对苗栗选民，不止无守护那天，阁将乌云带入去苗栗。赖清德呼吁选民，这场选举不是蓝绿之争，是是非黑白之争。因组织乌道集资县府的只有能力操守，拢值得肯定的徐定珍。这一场选举是善良对抗黑道势力。不是蓝绿对抗的啦，更何况这个黑道的候选人是被国民党淘汰掉的哎。发出决战中台湾，19总统、副总统加行政长全部伫中部，蔡英文甲赖清德分别伫彰化甲苗栗辅选，然后过去南投为县长候选人蔡培慧助选。暗时6点半是3人伫台中参加中将投票4县市联合造势晚会，选前紧张，力赢前全党之力固守中台湾，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原来国民党因暗时是要伫桃园办联合暗会，由党主席朱立伦带台北、新北、桃园、基隆、新竹县市佮苗栗的县市长候选人来造势，打造团结的气氛。另外，南洋有宣传讲支持18岁公民权，即马煞风声讲党内有人主张卖领公投票，引起批评。侯友宜是讲绝对支持18岁公民权。市长请投2号侯友宜票，市议员请投5号黄兴华一票，拜托大家。比出席卫生人带着水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19行程满满，先落南替彰化县长王惠美下台，下昼登去新北担任家务，替市议员候选人争取建功。针对条约拼18岁国民权过关，传出南洋内部有人主张无领18岁国民权票，洪培平拍假叫侯友宜赶紧拍回。我对18岁公民权。我第一个时间就非常的支持，更重要的，我还特别派出我们的选举办公室的政治实习生在街头宣讲，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趋势。8月3前1礼拜，国民党各候选人积极投资着前扫街，邀请家母拼场。基隆3前调到前总统马英九陪同赵国良到街拜票，受团小民众欢迎，两个人也握手代表胜选的胜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前往军人为张立善扫街拜票，俄罗张立善是优秀的妈妈县长，反陪民进党是民主奥步党，刷落来要一路向北参加选前的东头戏800几头联合造势暗会。我想张立善在过去这4年的表现，真的是第1名最好的县长，真的是一位最好的妈妈县长，把云林20个乡镇市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样这么好的县长，一定要让他高票连任。我信心100倍了而且胜券在握我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选那希望呢所有的全国的这个选举风气都能够净化，也能够提升。台北基隆桃园河国民党扩作决战选区，为了巩固北台湾选情，国民党暗时伫桃园举办的北部7县市团结之夜，包括周万安、侯友宜、赵国良、桃园市张先生、新德市、林敬前、新德县杨文科、苗栗县石福洪7位候选人全拢到，营造团结胜选气势，推出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各一个消息，咱来看北韩18是试射上远会使飞起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7，这是引发关注。外界分析讲，北韩射这粒，就是想要以核能来反制核能，抗议美韩的军演。另外，北韩官媒也公布金正恩视察这个射飞弹的相片，相片内底也头一届出现因查某囝的形影。北韩官方媒体19公布，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的一系列相片。让外界好奇的是，金正恩喺你看的带家后李雪主甲查某囝同齐出现，头一摆伫镜头前见光的查某囝变成媒体关注焦点。金正恩的查某囝穿白色大衣，身悬甲爸爸插一个头，爸仔囝牵手视察试射场的洲际弹道飞弹，不是有讲有笑。
这场金正恩头日来听查某囝讲话心情，就像一个普通的慈祥的父亲，也毋过背后踩真大的飞弹，形成威胁感，显得有淡薄无斗胆。相片内金正恩坐伫椅仔讲话，心情显得轻松，边仔查某囝甲金夫人笑咧专心听。查某囝五官看来是金正恩甲李雪主的综合体，目睭长长，甲圆形的面。听讲金正恩翁仔某有3个囡仔，经济受邀访问北韩的美国球星罗德曼2013年透露的消息，相片中的查某囝可能就是排第2的金智爱。其他相片也显示，飞弹试射成功了后，金正恩是喙笑目笑，现场陪同的军官也举双手欢呼。北韩18试射下当早核大头的火星17洲际弹道飞弹，后来落伫日本北海道道岛大岛西方大约200公里的经济海峡内，相关飞行高度达到6100公里，飞行距离大约1000公里。日韩情报指出，射程会当达到美国本土。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国际关注。伫泰国举行的 APEC 会议末中段，与会领袖召开临时会议，参详应对对策。外界分析，金正恩试射火星17，伫咧展现北韩有核武能力，就此施压美国。伫北韩试射了后，美国甲南韩也随即启动空中联合军事演习，真有竞争的意思，也提悬朝鲜半岛军事对立的紧张。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埃及主办联合国这届的全球气候峰会，不过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和停用化石燃料的议题，却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只好延长峰会。对遮那来的10岁查某囡仔，伊代表受气候变迁严重损伤的国家发言，伊呼吁到碳排放的国家，应该为气候的问题来经济。伊就是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受瞩目的气候倡议成员，只有10岁遮那查某囡仔山姆，伊代表气候变迁受害国家公开发言，要碳排大国承诺赶进行所欠的气候债务。Because some of the communities in my country, Ghana, are paying heavy prices since our planet was lit on fire by some people. This puts a simple question on the table of these fire starters. When can you pay us back? Because payment is overdue. 对碳排大国拢是面对气候变迁恶果的无平等现象，较俗些国家甲环保团体年年抗议，所以一直无法度得到实际承诺。这次出来峰会协议草案有20页，落咧中后顶一届峰会文宣目标，针对关键提案停用化石燃料，甲成立协助受灾国家的气候基金资金的来源，将近200国家参加代表，拢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澳门气候部门甲峰会观察人士明白点出，是毋是应达成真正共识，要看主办国埃及的态度。We have Saudi Arabia, Iran, Russia blocking language around fossil fuel phase out, with the notion that we should be in this space talking about emissions and not energy. 1.5 to stay alive. 气候峰会顶外也几啊场示威，太平洋岛国瓦纳杜倡议要求保障气候受创的三峡国家，应透过国际法院寻求碳排大国赔偿的权利。18伫意大利米兰，美国艺术大师安迪沃荷的汽车彩绘作品，和环保成员亚米粉。这是自有名为喷漆事件了后，搁一件控诉好几国家无重视气候灾害行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转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翕团团，伊之前出现养翕的镜头，脑部搁验出病变，虽然一直治疗，毋过也是医袂好。落尾团团是伫今仔日下晡1点48分，伫麻醉当中停止心跳，离开人世间。真侪民众感觉毋甘。动物园表示，可能会甲团团制作做标本来保存伊的活体细胞。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让团团顺利的继续沉睡。下午1点48分的时候，观测到团团已经停止心跳。用唔甘的心情，台北市立动物园开记者会，宣布大鸟翕团团伫19下晡过身。他的发作的频率变得比较高之外，用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生理的数值再加上也没有办法藉由他自己在采食上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下，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放手。这消息一出来，后备族人惊一跳，也感觉真可惜甲唔甘。
听到他说好转而已，但今天又突然说怎么突然过世了这样子，对，所以有点吓到。本来都看到2只啊，突然少了1只啊，会想他。团团伫2004年伫四川出世，2005年迄时阵的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宣布送台湾大鸟型，一直到2008年，海基海协会签署协定，才真正得到团团圆圆的出世证明。搁伫同年12月来台湾，坐船机来台湾团团圆圆，伫市立动物园正做超级名车，因的观人气也互大鸟型馆常常客满。两只鸟型伫2013年甲2019年用人工出境受孕方式成查某囝婴仔甲验保，毋过来台14年了后，拄伫9月度过18岁生日的团团，身体却出现问题，经过检查有脑部病变、后骹无力这情形。11月初，中国2名专家来台湾探视，因为9月10月期间无出现阳性，佫互人救视状况等好，毋过11月中病况佫发生，到19透早第3摆出现阳性，经过 CT 断层扫描甲相关检查，研判病情无可能好转。就决议互团团伫麻醉当中困去，下晡1点48分，心跳停止。针对团团这个有历史印记的重要性的个体，我们会尽可能去保留它全部的皮毛还有骨骼。团团过身了后，动物园会病理解判，佮尽量保存伊的皮甲骨头，看是毋是用正做生态日记标本，同时也做活体细胞保存，希望能成功。佮规划纪念活动，希望陪伴台湾度过14年动物名车，用伫大家祝福之下一路好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的选情，陈市长互人指控伊选举前要卖伊伫高雄买的厝，这是炒房。伊回应讲，迄间厝已经买11栋啊，毋是炒房，也袂有人安尼炒房。也若无党籍的黄珊珊是去中山区来催票，国民党的蒋万安是扫内湖区，两个人拢是互相去对方的大本营来邮票。总统蔡英文合体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出席海内外学者奥运会世事大会，展现团结气势。媒体10月半暝报道，讲陈市长选前被高雄的豪华主题转手探千万，陈市长亲身定清。我买了大概从预售屋到现在也10年、11年了吧，炒房没有这样在炒房的了，105年左右吧。就觉得大概去高雄，大概可能性不大了。就委托，有时候是我亲友帮我卖，那有时候卖一阵子，有时候就给中介卖，并不是已经这段时间刻意只有这段时间拿出来卖。我记得他不是说那个是要退休用的吗？其实可以不用卖，因为他也可以快退休了嘛。陈市长竞选总部澄清，陈市长是为退休了后的规划才贷款买厝，也反对来批评蒋万安的阿姐为台湾区的豪华主题获利翻倍。蒋万安回击民进党恶质选举操作，拢无下限。陈忠先生他财产处分，如果是合法的获利，自己说清楚，就不用担心被外界质疑。但是民进党被外界质疑，就开始来牵扯我的家人，攻击我的家人，变成固定的 SOP。8月选前黄金筹办，那被市长候选人互立对好的本命区黄珊珊透早去中山区迎新花园，了后到第2果菜市场甲前面市场扫街。国民党蒋万安是甲太太伫内湖区分别扫街，全力争取选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新竹的选战，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今仔日是替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来助选。国民党的林经仁也含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佮有党主席朱立伦做伙拜票。民进党的新会红是伫香山来举办造势活动，要甲支持者的心顾好调。前竞选家下手挨杀子，新兼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台卢南新店合体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扫街拜票，批评着高虹安最近的政绩是不是可能为伊所发转动？郭文泰表态力挺。新竹是我的故乡，我要给我们故乡最好的市长。在新竹对高虹的攻击，甚至我都觉得这是动用国家的机器，这太过分了。到一个程度，我觉得还是会激起人民的反感。主席回到故乡后，来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相信一定很多的新竹乡亲看到，也是会表达很多的支持。
报选前黄金周末，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严敬前也合体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党主席朱立伦，用尽国民党团结一心来破除非法拿军的风声。针对严敬前最近民共市政讲亲到8大备案，甚至更较济，新会方批评无证件无乌就是选举后部。2位重量级国民党人士和我站在一起，就是象征国民党团结一心，也代表过去以来无论是蓝白合或是弃保都是谣言，是呼号我们蓝军的伎俩，不会得逞。我想一到选举，很多事情都走中。如果真的有证据，请拿出来，也欢迎提告。这种没有证据的抹黑，不过就是选举的奥博。新北红19举办龙山大团结造势，严肃选民支持。下礼拜政见会会以民进党执政8年有感政绩为目标。选前之夜，号召民众穿象征新竹光前的黄色衫，上街路游行，象征延续幸福时政。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高雄市的市长戴基迈下晡伫旗山举办第2场的造势大会，想要催出对客家人甲原住民的票，对手国民党的候选人郭志温，伊是去到凤山、有公山为现任的副议长来徛台，明仔载阁要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做伙造势。大家支持者日前下期啊，高雄市长登记来19下到伫旗山举办大旗礼造势大会，北抢讲客家原民票。3个原乡部落都有后援会啊，那客家在美浓、丹林、六龟、甲县都是我们客家区，那也都有很多的客家乡亲会来。登记迈3场造势大会，办伫过去拿大过力的公山、旗山、甲凤山，真有手工拿赢地盘的意思。对手国民党候选人郭志温这个回防，再去到凤山扫街，下到国到公山为现任副市长徛台。20要合体韩国瑜，面对两赢指控，移做立委的时，左党高雄渐渐无选，以后话要讲。一上任就花了8400亿，那时候引起多大的一个纷争？我们只是站在监督的角色，透过冻结，要求这一些的建设能够再重新的一个思考。请问何错之有？大选最后1礼拜啦，除了高雄拿了积极冲票，台南更加是紧张现任市长王伟德的竞总，再去积极国民党候选人郑良介，做各个各优地去民俗道理，刷无投资新报。这次公布的采访对象是中选会，那每年的这个财产申报的对象是在监察院，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阳光法案，我们必须要遵守。民宿是政府定位为家庭副业，所以不必登记工商登记，它就是属于家庭副业，但你要取得消防跟合法的民宿规章。郑良介出席，有一的包括优良民俗和太太相片批评的也是政治对手。尾仔台南第2场，市长政见发表会也被登场，有见拿着，各会伫政见甲相关议题有所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举办论坛，针对18岁公民权、有儿童权利公约安怎落实等等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儿童权利公约 CRC 的审查会议伫18号结束，也发布72点结论性意见。回顾2017年的 CRC 审查，计共留下98条结论性意见。民间团体认为，到今还有一寡问题无改善，亲像儿童安置机制等等。民间团体认为，为了落实 CRC 修法、改变社会风气，拢是重点。我们社会如果对于孩子尊重孩子的尊严权这一块都没有去思考的话，那你即便法修过来，这些东西人的本质上观念上没有改变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解决。19国家人权委员会甲民间团体举办 CRC 国际审查会后论坛，11月26就要进行18岁公民权修宪案复决，现场也针对儿少公民权甲社会参与进行讨论。他可以承担刑法、民法的一些责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让他可以去选择他未来要过的生活？比如说居住正义、托育政策里边，你如果事实上是他没有参与进来的话，他以后有可能想要结婚生子吗？因为这托育政策也不是会是他要的。Someone say how come that actually elderly people,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90, why would he or she have better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an someone who is 16? 很多学生啊，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之中，他们都学习到怎么跟政治团体、跟社会进行接触，所以就是在这段倡议期间，他已经为学生跟青年参政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民间
间团体也对18审查会议青少年勇敢徛上台的行为感觉感动。那针对今年的72项结论性意见，评考团体认为，亲像囡仔港保护措施、儿童身心虐待事件的认定机制、自杀甲交通问题、致使囡仔伤亡，还有申诉机制囡仔敢有咧使用等等，拢是要加强关心的重点。记者郭不君、随台北报道。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资料。对嘉南到新竹是21度到27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0度到31度，对嘉义到屏东是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是22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9度到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